讲俗语，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读册读伫脚趾拼，这个意思是册无读通，实故不化。拄着代志，袂晓要变通，袂晓要运用所有的知识，甚至毋捌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也就是讲，这个册白读的，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。头壳好，熬读册，三个星座，头一个是水瓶座。这款星座的人智商是高人一等，一般人认为真困难的代志，因会当轻松来解决。摩羯座人嘛是真巧，无论拄到心款的代志，拢会当保持理智。表面上伊的情绪无啥物明显的变化，实际上因心内有数。天蝎座天生就真优秀，再加上不断自我学习，无论是伫倒一个团体中，拢会成为重量级的人物。总共一句，唔通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读册读伫脚趾拼。